讲到逐年6月到8月是台南白河莲子特别大出的时间，今年因为欠水呢，这种莲花面积也减少真侪。另外，讲到这个白河这个所在，农村共款遇到欠人的问题，农民也讲，即马连白莲子的工人拢真恶找。台南白河种莲花面积因为是全台湾占上济，今年因为欠水造成莲田整个面积，农民估计降甲剩50公顷左右。不过莲子出产速度也是相慢，因为农村人工老化，佮欠货，农民讲收成落来要买莲子的工课，真好找着人来斗相共。咱的莲子这个生产的过程中，拢是爱人工。咱的农村内底，咱的这人工愈来愈少。年岁若愈来愈多话，其实目睭伊就无法度去掰这个莲子。这拢是足大的问题。掰莲子的过程，对莲苞甲莲子摕落来，甲莲子壳用好开，出来内底有毛仔甲心甲摕掉，安尼才算完成。农民表示，掰一台斤卡手尾，上紧爱1点钟，整个过程真够工，所以今年莲子计销对咧也悬。为着要推广在地产业，公所带民众直接到田做体验。阮的游客讲一包400-500块，若遮贵，来体验一下，才知影讲原来要食一粒莲子是非常的无简单。这是阮办小旅行最大的一个目的。莲子收成过程，敢若会使靠手工，白河莲花产业即摆出现人工断层问题。农民讲有单位正咧研究掰莲子的机械，希望早日会使企业成功，互产业恢复因为光景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